厝边隔壁，讲愿你平安，上帝祝福你。愿你平安，上帝祝福你。上时啊，请你将手机放伫静音吼。礼拜一头前，道理听分明；礼拜一头前，仰仗你的心心灵；礼拜一中，再前第4分。阿免。啊，伫礼拜开始，咱来先来唱一条诗歌来应邀咱的上帝吼。我用祈祷来到主面前，全心全意找求你。放下自尊骄傲的心情，我要都要归向你。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那勇气，安慰鼓舞起，予忧伤变成欢喜。当我是一个软弱的心，我要完全我靠你，因你主爱伸手来扶持，因怎无骗你。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那勇气，安慰鼓舞起，予忧伤变成欢喜。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那勇气，安慰鼓舞起，予忧伤变成欢喜，予忧伤变成欢喜。这是咱来做人做伙解祈祷以及感谢的祈祷吼。我有伫迄个，毋知伫倒啥来资料吼，我感觉有需要，互咱咱大家兄弟吼来参考来思考一下吼。
咱做伙来念啦吼。教分出的危机，第一有基督教，却无基督。第二，只讲赦免，无讲悔改。第三，只有策略，却无上帝。第四，只讲拯救，无讲顶头生。第五，只讲天堂，无讲地狱。第六，第宗教，却无圣灵。这我毋知影咱教会有啥物落去吼，咱大家来思考一下。这是我若毋知对对啥来，我就放伫我电脑。我感觉这有需要甲大家分享吼，所以咱做伙来念吼。祈祷毋是功课，嘛毋是责任，乃是稳定甲权柄。祈祷毋是甲上帝讲条件来换咱所要爱的，乃是要经历伫伊的同在。明白啥物是咱真正需要。祈祷毋是叫上帝怎样解决问题，是求叫上帝看伊怎样解决。好啦，这咱来家己来思考啦吼。咱只是来做感谢认罪悔改吼。咱感谢认罪悔改的祈祷。请咱开始来祈祷。是对你的心，是一切恩惠，在灵是你所本，求你用信实全力扶持阮，使阮有快乐赢过试炼甲顺转，祝你有真实温顺温顺。你白目显出残忍甲痛恨，愿你使阮丰盛的恩惠，对害伊来祸害来徛起，求你来赦免。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你看顾保守的日，阮经历着你满满的稳定甲疼。阮伫艰苦的时，你陪伴阮，你医治阮。阮伫忧伤流目屎的时，你的灵安慰阮。伫阮犯罪了后，只要阮愿意悔改认罪。你就要赦免阮的罪，阮感谢你，阮会当有倚靠。阮会感谢你，做阮的牧者。阮人生头前的路，会当有你的引带。你互阮倒伫青翠草坡，佮带阮伫安静的井边，也教示阮行义的路，何等稳定。你看阮做宝贝，阮感谢你，愿阮会当行伫你欢喜的道路上。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做医治甲讨饭的祈祷。小工吼，咱用这咱来做伙来念吼。祈祷毋是将重担提起互上帝看，则个爱倒转来，是要将重担卸予耶稣。然后平安欢喜来离开，爱学的交托上帝。祈祷毋是互上帝讲你着安怎做，是欠你来求问伊，我就要安怎做。祈祷是得到应允，毋是较合适是好运，乃是上帝怜悯甲看顾。咱即摆要来深深的祈祷，我毋过我准备资料吼，我无知啦。我这段吼，咱就跳过吼。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啦吼。我一个高中同学啦吼，伫咧 COVID-19 的时阵吼，过身。COVID-19 的时阵我过身过白色，我去参加的时候拢无人，甲咱因兜的人尔。因太太甲我讲，伊毋是 COVID-19。过身的吼，伊是因为脚受伤。其实脚受伤就是因为车祸啦吼。脚受伤吼，实在是无严重啦。只要你去病医治就好啊。可能半个月，一礼拜半个月就解决啦。那个伊是一个庙公啦，好像是轩辕教，
会庙讲。结果因为无伊啊，所以骹愈来愈严重。一个月了后，就拜咧，人叫伊讲啊，你著爱去互医生看。伊讲毋免，我的神会甲我医。佮经过2个月吼，无再条行，就坐伫椅仔顶。人甲讲，你爱去互医生看，你袂使安尼做。伊讲毋免，我的神会甲我医。佮经过2、3个月了吼，使袂使啊？倒伫门床顶。人讲你爱去互医生看，你袂使安尼做。结果伊坚持讲，伊的神会甲医，煞巧伊。因老爸有若是共款的情形，真钦佩因的信用啦吼，信心真坚定安尼。不过这我想到，迄牧师拄着专难的故事吼，这可能大家拢知影吼。迄阵来甲救3个，结果伊拢讲上帝要来甲救啊。结果伊去上帝遐要死了去上帝遐，上帝讲，伊问上帝讲啊你较无来甲我救？上帝讲有啊，我派三只船仔去甲你救啊，你拢无拢拒绝啊。破病毋食药，连伊就困草笑。所以也着神也着人啦吼，就是讲自助天助，你有即个信心真好，也毋过你嘛是爱祈求上帝，互你有好的医疗方式。好啦，加话莫讲我，因为我足含慢讲话，所以说，好，咱即个来甲跳过吼，来换来迄个主日守望的祈祷，咱来做个念吼。祈祷毋是叫上帝伫遮赐你能力，乃是上帝互咱机会培养能力。祈祷毋是用意志去影响上帝，是互上帝来改变祈祷的人。祈祷毋是靠家己拍拼做工，乃是我靠上帝甲伊同工。咱来为主日的服侍人员来祈祷吼，求主保守，互牧者今仔所开听的道理，咱大家拢会当明白，会当来帮助咱伫日常生活当中来荣光主的名。咱来为着今仔日有2个姊妹吼，因要信仰告别，还佫有小儿洗礼吼，求主赐属灵的智慧，会当明白圣经，互因信仰坚定。为着本主日，阿爸领袖小组夏令营筹备会，甲即礼拜6的圣礼典甲招待训练，佫有乡里大学的代祷，为乡里大学即马要来开学，有要注册。所有相关的事吼，需要大家来代祷。引入干事也要代散吼，伊伫明仔载也是3月初就要来请假吼。有2个干事来甲协助，求上帝互咱伫个乡里大学的运作中，拢会当顺遂。互老师甲同学对教会所办的课程拢会当有好的影响。遮济吼。有那摆有人甲我问讲，遮济我记袂起来，你要哪祈祷？这个问题我本来有啦吼。我就甲讲，你记会起来，你为伊有遮个祈祷。这个问题我若捌问过优普牧师啦，伊讲，因为你会记一个，记遮个，伊会记遮个，伊会记遐个，所以就做伙祈祷就好啊。遮济代志，你毋免全部拢。讲到到，所以你将你会记一个，为你关心的，来为因代祷，咱只是来为着这个事工来做来祈祷。请阿爸爸上帝，阮来了解你是救赎阮的主，你是慈悲怜悯稳定的主。阮为着我靠阮的幸福来求主，来求你来锻炼来医治，万民来尊重你，求你那讲你伫教会中间。阮的心由你来掌管，互阮一切的挂虑，求你来透放，求你祝福你教会所有的事工内底，拢有你的同在，拢有你的引带，用你的大光来照阮。若能够听我的提拔，阮只是献上感谢，因为你的保守，互阮伫
今仔日有2个姊妹要来做信仰告别以及小礼洗礼，求你赐因有属灵的智慧，会当明白圣经，成做因人生的帮助。我若为着即礼拜所有的事工甲会议，求主你保守带领，阮即个会议即个事工拢有当顺序来运作，来荣耀主你的名。我若为着上帝大学，伫即个时间要来开学，要注册，还佫有民主干事，求主你保守，互伊当生产顺序。我2个合作的干事也会当互相配合，来互即学期的运作拢当顺序。互老师甲同学对教会所办的课程，拢会当有好的印象。阮即是安尼祈祷，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最后用主祷文来做结束吼。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为我靠所献无救主，为着可怜我，你目受苦痛，我一切挂路，求你来投放。你就是慈悲稳定的君王，用全力伫你万民所尊重，求你大光临伫万心掌管，献出你纯洁大光来救援。你就是我命，愿对你生存，一切恩惠在令你所分，求你用心是宽怜护慈愿，使万物归纳，也赐人顺转。祝你有真实完全的温顺，你要把献出咱人甲同分，愿你受赐愿丰盛的恩惠。
转下以后海来徛起，拄起你我把位无望，祝你好永远所心无空空，就是愿平安主宰个可心。对你对佢咱好万应坚信。咱同心来祈祷，至悬、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会齐声来称赞你，同心敬畏、尊重你的奇妙所做。透过光，互阮的性命无搁再共款，因为你以外，阮无别项。伫你有医治、赦免、投放，互阮的心得到喜乐，有主通倚靠。阮要大声讲，有主真好。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互阮要行出的每一步，有主的话引带阮方向。你的真理是阮路上的光，无论伫阮成功、失败、欢喜，或者是忧伤的时，主拢要保护看顾，互阮伫主的内面，主也伫阮的内面。感谢主，倾心来吸引阮跟对你。今仔日是圣的主日，所要举行的圣礼典、信仰告别、区和馆姊妹、小儿洗礼、张义正，佮有伊的爸母，阮要仰望主，是你互人的心得到通敬畏、敬拜、呼求你的名。阮要将因交托伫主。教会诚做因的家，兄弟姊妹诚做因的亲人。愿主伫阮的厅内。愿阮伫主的厅内面健康成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信息后面。启文第14篇就是诗篇第46篇。启文14篇就是诗篇46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赞。虽然地大变动，山刷到海中，海水华涌，华好，山因为海中摇出，这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城欢喜。就是只管上帝徛起圣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曝光，上帝就帮赞伊。日邦华好，日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消融。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一间斩断枪，放火烧战车。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重，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要咱的要塞。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就来赴宴社来就群主，就来赴宴社来就群主。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摩西带以色列人对红海向前行，到所尼的旷野，因伫旷野行3日，找无水。到马拉的时，马拉的水袂苦袂啉得，因互迄个所在所叫做马拉。人民埋怨摩西讲：“阮要啉啥？”摩西就求叫上主，上主指示伊一丛树仔，伊将迄丛树仔ฮ็伫水里，水就变干。上主伫遐为着因定规例甲命令，伫遐甲因考验。上主讲：“恁若注意听我上主恁的上帝话，做我看做正直的事，真正听探我的诫命，遵守我所有的规例，我就袂互埃及人得到的病伫恁的身上发生，因为我是伊伫恁的上主。因到以林，伫遐有12个水泉，70丛的棕树，因就伫遐的水边扎营。即时，咱要来请本会小会议长，也是丰恩教会林必修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对马拉到以林，对马拉到以林。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求主帮助咱，互咱伫每一届甲主伫礼拜中间，咱拢会当甲咱的主有好的相处。当咱今仔日通过这段圣经，咱要三甲来思考对马拉到伫以林这段的信息。当咱咧看这段圣经的时阵，咱知影当中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当中是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所在受到新的法老王派的款待，所以上帝就降落10个灾难伫埃及的所在。所以当埃及法老王去经历着上帝宽容了后，不得不就爱互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所在。总是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后，埃及法老王就心内就真后悔。伊讲：咱用阮以色列人去，无阁服侍咱，这是甚物缘故啊？所以伫迄时阵，法老就后悔，所以伊就派军队车辆来追赶以色列人。先甲咱讲，当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愈活来的时阵，因的心就愈惊。所以伫人来看，当时因的环境是互人感觉非常的绝望。因为头前有红海，后壁有埃及的队兵，两边拢是有真悬的山岭伫包围。伫迄个充满绝望的环境中间，咱看见摩西怎样来对安慰当时的百姓安尼讲。摩西对因讲：毋免惊，做恁徛地。摩西甲因讲：毋免惊，做恁徛地。伊讲：看耶和华今仔日恁所要所行的拯救。因为恁今仔日所看的以色列人，要永远无阁看见，耶和华要为恁交战，恁着点点无做啥。伊讲：恁着点点无做啥。后来咱看见上帝就吩咐摩西，爱以色列人继续向前行，然后甲摩西讲：用拐伸手指海来分开伊。当摩西安尼做的时阵，果然头前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行伫大地所在。然后埃及人也军队要行入这红海中间。做人先甲咱讲，埃及的军队拢落伫海里，无一个留地。咱看见以色列人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来看见上帝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先甲咱讲，因就敬畏耶和华，因就顺探耶和华，甲伊的奴仆摩西。所以咱看见上帝用新约基础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互埃及人的军队甲兵丁拢落伫海里，无有一个留地。所以先甲咱讲，以色列人伫迄个时阵，因伫遐心内非常的欢喜，伫遐来唱歌学老上帝讲，伊讲：我要耶和华唱歌，因为伊大大精神。将马甲骑马ฮ็伫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学老伊；是我老爸上帝，我要尊重伊。耶和华是战士，伊的名是耶和华。当咱看见一切的人伫遐真欢喜，伫遐来学老上帝的时阵，咱看见线接
确实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当因经验到经过红海的新热了后，因继续行了3天的时间。总是行了3天，因发现无水啉，因就开始埋怨。总是因到伫马拉这个所在的时阵，迄个所在有水，总是迄个所在水是苦的。真简单讲，迄个时阵，伊这个百姓规个人拢压狂起来，就埋怨不断伫因的中间来产生。咱伫通过这段这个经历中间，咱看见一个文学家马克吐温伊捌讲过一句话，讲一个人上界危险的敌人就是家己的喙齿。一个人上界危险的敌人就是家己的喙齿。咱看见以色列百姓伫迄个埋怨的中间，因完全来质疑上帝安排，来质疑上帝的权能。亲爱兄弟姊妹，咱为什么会有埋怨？咱看见其实咱的埋怨是因为常常代志的结果甲咱期待无共款。咱就来讲不如我意，无合咱的意思。总是咱来对信仰的角度来看，其实埋怨常常是伫凸显咱内心的无信，来凸显咱内心离开上帝、离开上帝话的外在的表现。所以咱要知影讲，咱对上帝有信心还是无信心，有一个真重要的指标，就是讲对咱嘴所讲的话，咱就会当知影咱对上帝到底有信还是无信。特别当咱的嘴常常讲出埋怨的话的时阵，那检是咱对表达咱对上帝无信嘛？所以咱来当拄着对上帝无信的时阵。咱虽然拄着侪困难、侪的挑战的时阵，咱就袂互撒旦来偷摕去上帝互咱的平安甲欢喜。对这段圣经内底，咱有几项信仰的提醒，甲咱三个做伙来分享。这段圣经真是甲咱讲，环境常常伫显露咱信仰的实际，就是讲环境的中间，会当将咱对上帝信仰的实际情形来显露出来。以色列人伫红海边，伫遐来学了上帝了后，因就继续向前行，行到马拉这个所在的时阵，水是苦的，袂当啉。咱看见伫这个时阵，咱转到伫进前3天前，因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敬拜学了上帝，伫遐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这个是全能的上帝，是因的气来，是因的示我的时阵。咱看见实在是一个真大的无共款的所在。3天前甲3天后，一个是吉祥欢喜，总是3天后是充满着埋怨。因伫遐讲，阮到底要啉啥物呢？咱对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的反应中间，其实咱就发现着讲，其实咱人的软弱常常是互咱眼前所拄着的这困难来困住。咱看见以色列人因是毋是？无去经验到上帝，因有因有经历到上帝怎样来带领因出埃及，总是因伫即个无水通啉，或者是个水是苦的中间，因却袂记得上帝。咱看见当伊袂记得上帝的时阵，咱看见因的信仰就伫迄款的环境的中间来显露出来。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间，特别伫圣经内底，咱嘛会当来看见。真实的例，咱看见主耶稣捌甲伊问到讲3摆，伊要到伫耶路撒冷的中间耶路撒冷来受苦被掠，然后被钉伫十字架顶，然后第3日要搁过活。总是当耶稣甲伊学生讲这个时阵，咱看见彼得伊就掠条耶稣讲：主啊，毋通安尼，这个事无要临到你的身上。当时彼得伊也讲：众人虽然为着你受杀害，我永远无受杀害总伊甚至讲我就是甲你死，我决断也无认你。咱看见彼得是汉尼坚定甲上帝讲：即使爱死，我也无要离开你。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当耶稣受掠的时阵，咱看见伫迄个黑暗的时阵，彼得伫大祭司迄个所在。当面对侪人对伊的提问的时阵，咱就看见彼得伊的真实的信仰。
有女比甲伊讲，你也是甲即个拿撒勒人耶稣做阵的。彼得伊无承认讲，我毋知影你伫讲啥物。甚至有一个罗伯甲伊讲，你也是甲伊做阵的。彼得讲，即个人你即个人我毋是啊。咱看去伊也安尼讲，伊讲我袂入伫恁所讲的即个人。咱看去当伫迄个黑暗的时阵。耶稣受掠的时阵，竟然有人甲讲，你就是甲耶稣做阵的人。总是迄时阵就甲彼得的信心伫遐来显露出来。咱看见伫旧约内底尼布甲尼撒王伊就做一个金像，伊伫遐甲因讲，若听到即个奏乐的声音的时阵，就爱去拜即个伊所做的即个金像。若无拜的时阵，就要甲伊ฮ็伫即个烈火的窑的中间。总是咱看见，但你会三个朋友，因却无往即个金像来跪拜。因安怎讲呢？伊讲尼布甲尼撒王即个代志我毋免回答你。虽然是安尼，阮所侍奉上帝，也要将阮对即个烈火窑的中间来拯救出来。王阮也要即个若毋是安尼，王你着知影，阮决断无要服侍你的神，阮也无要敬拜你所。即个立的金像，咱看见这三个朋友伫迄个环境的中间面对若无拜即个王所即个立的即个金像，就可能被迄伫火的中间来烧死。总是伫随梦伫中间，咱就可看见因的信仰伫迄个中间来显出因的真实。彼得也好，也是但你说三个朋友也好。拢互咱看见，当咱伫一个无共款的环境的中间，拢显露出咱信仰的真实。所以圣经甲咱讲，其实咱的信仰是建立伫上帝应允的中间。咱的信仰毋是建立伫环境。当咱的信心若是建立伫环境的顶面的时阵，若拄着无合咱的意思的时阵，那呢咱的信仰就可能来完全崩盘，也显出咱信心。会软弱，那亲像以色列人共款。这是伫这段圣经内底对咱的提醒。第二项，咱看见伫这段圣经甲咱讲，咱常常会感觉真苦，总是这个苦常常毋是因为环境，是咱有一个埋怨的心境。有一个学者巴斯特伊安尼讲，伊讲读爱甲机会的差别伫倒落？伊讲在伫咱对伊的态度。伊讲每一个机会拢有困难，每一个困难拢有伊的机会。所以咱若对巴斯特伊安尼讲的时阵，咱发现着讲态度常常是咱互失败来拍败，或者是互咱得到极力重要的因素。所以咱讲真正要紧的是问题对咱内心的影响，毋是问题本身。较要紧的是，这个问题对咱内心产生什么款的影响，毋是问题本身。咱看见以色列人因看袂到上帝宽容的帮助，所以因看到环境困难的时阵，因就伫遐来埋怨，伫遐来忧虑。总是以色列人伊会感觉苦的原因，是因为因怨的心境，毋是因为环境。以色列人伫埃及所受的苦，主拢听见看见，也将因对埃及所在来带领出来。总是因到了旷野时阵，感觉非常的苦，因伫遐埋怨。总是咱若对当时的地理的环境来看的时阵，咱会感觉讲，迄个所在无水通啉是真自然的代志啊。伫苏尼迄个所在是埃及甲巴勒斯坦中间的沙漠的所在。咱知影伫沙漠中间无水。是一个真正常的代志，总是因却为着这个代志，伫遐来大埋怨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师父真牧师伊捌对咱捌讲过一句话，讲快乐的心，毋是在伫咱拥有偌济物件，伊讲乃是咱怎样来看待咱所拥有的一切。咱看见伊甲咱讲这个快乐毋是因为咱有偌济物件，是咱怎样来看待咱所拥有的一切。咱拢知影有一个咱的信仰的姊妹黄美莲，这个姊妹
伊是一个残障的一个姊妹。总是伊捌讲过一句安尼讲，一段话伊讲：我的残障是袂当改变的代志，总是我绝对袂当互我的残障来拍败我。如果为家己的残障来埋怨天，来埋怨人，这根本是浪费家己的时间甲精神。更加何况生命爱过了有趣味有意义，这是我的心境。所以咱对黄美莲伊家己伫信仰的体会中间，互咱看见，咱若心灵会当来得胜，那呢咱就带来环境的得胜。所以咱常常会感觉咱活在这个世间非常的苦，总是咱会有这种的感受，常常是因为咱只想到咱无的，无想到家己有的。咱往往是因为想到咱所失去的，总是咱无想到咱所得到的。咱只有想到负面的，咱无想到正面的。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来改变咱的心境。咱减一寡埋怨，咱加一寡感恩，咱加看家己有的，少看家己无的。咱加看家己所得到的，少看咱家己所失落的。咱加看正面的，无看负面的。咱无甲人来比较。当咱有安尼会转变的时阵，咱确信咱就会当伫困难甲挑战的中间，袂互这个环境来打倒咱，来影响咱。这是伫这段圣经内底，甲咱讲第二项非常真重要的提醒。第三，这段圣经甲咱讲，咱伫生活中咱会拄着困境，总是困境是咱经历上帝同在的机会。咱知影有一个雷斯爵士，伊就捌安尼讲，伊讲我无介意难关，总是我却介意难关所互我的机会。咱知影当这个列撒罗破病，伊的姊妹就叫人去甲耶稣讲：我的兄弟破病啊，请你赶紧来。总是当耶稣伫要来中间去有经过几落工的时间，总是当这个耶稣到列撒罗一厝的时阵，因就甲耶稣讲：列撒罗已经死啊！总是主耶稣甲因讲，伊讲你若信，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咱看见伫这个列撒罗对死国活的中间，咱看见其实随望拄着死的这个难关，总是却互因经历到主怎样互列撒罗对死国活的机会啊！所以咱看见亲像这个爵士内底所讲，咱无介意难关，总是咱介意难关所互咱的机会。因为每一个难关，拢是互咱来甲主相拄，看见上帝荣耀作为的机会。当摩西面对百姓的埋怨的时阵，圣经甲咱讲，摩西独独做一项代志，伊呼求耶和华上帝。咱看见当伊独独呼求耶和华上帝的时阵，咱看见摩西伫面对以色列人的埋怨，面对当时的困境的时阵，摩西的性命就无同款的样式。圣经甲咱讲，伊的心就安静，伊的嘴就袂讲这个真基础的话，伊的脚就袂乌白行，乱走乱闯。咱先看见摩西会当有安尼真安稳的一个表现，是因为咱看见摩西通过过去甲主相拄的经历，伊学晓当伊拄着困难的时阵，应该甲困难带到伫上帝的面前。伊知影当伊甲困难带到上帝面前的时阵，伊的头前就有出路。所以对摩西来到来呼求上帝这个代志来讲，互咱看见讲，希望咱会拄着困难，总是这是互咱一个机会，就是将咱带到上帝迄个所在来领受上帝同在的一个方法。所以当咱有这款的确信，当咱有这款的把握的时阵，咱的内面就袂有绝望的情绪，咱的内面就袂有这个绝望的惊吓，因为咱的上帝是互咱互苦变甜的上帝。这是咱对这段圣经内底互咱所看见第三项真重要的学习。
最后，咱看见这段圣经甲咱讲，咱面对伫多变的环境的中间，上帝是咱伫这个互苦变甜的一个出路。就是讲伫多变的环境的中间，上帝是咱不变的hand导路，也是讲这个方向盘。所以咱看见伫这段圣经内底，互咱深深体会着讲，当时面对这个困难的时阵，上帝是咱不变的hand导路，是咱的出路。所以咱毋通只看见环境，咱应该注心第一的是迄个会当将困难来刷开的上帝。当咱主心伫会当将问题刷开的上帝时阵，那呢咱的危机就有转机。有一个学者叫贝克，伊伫所写的心灵的地图这本册内底，伊也讲人生是充满这个最的困难。伊讲人生是一连串难题的组合，总是需要hand导路，才会当对抗压的所在来脱离。所以对这段圣经内底，互咱看见一个代志，就是讲咱面对失望上界大的挑战，就是咱爱信得过上帝。当咱若信得过上帝，咱也愿意来顺服上帝的时阵，那呢，咱的生命就经验上帝伫咱中间的改变。圣经甲咱讲，当摩西拄着以色列人伫遐埋怨，到玛拿迄个所在的水是苦的时阵。咱看见摩西上帝呼求，咱看见当伊上帝呼求的时阵，上帝就成做伊的hand导路。上帝甲伊讲，伊讲上帝指示伊一张手，就甲手ฮ็伫这个水的内面，然后水就变甜啊。咱看见当伊愿意按照上帝的hand导路甲伊指示讲应该安尼行的时阵，就产生真戏剧性的变化。原来水是苦的，总是后来却变成最甜的。伫圣经甲咱讲，以色列人伫要上帝带领因的迦南地中间，甲咱看见后一个停靠站的所在是以琳这个所在。圣经甲咱讲，迄个所在有12个水泉，有70丛树。咱看见玛勒甲以琳这个所在，咱看见伊的距离是偌济。有圣经学者来做一个这个调查，讲迄个距离只有11公里尔。咱看见11公里对咱来讲，其实无算长的一个距离。一天的时间，咱就会当将这个11公里来完成。所以咱看见以色列百姓因毋知影距离确实遐尼近，因为因从来毋捌行过这条路。总是当因若知影这个旷野路是上帝带领的时阵，那呢因就袂失落坚持，然后因就会给咱看见上帝对因的一个带领甲改变。所以咱看见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摩西伊为怎样有这么大的把握？先甲咱讲，摩西把握毋是因为伊有真侪知识，是因为上帝是伊的hand导路，上帝话安怎讲，伊就安尼去行。所以咱若对摩西的心情学习到，咱感觉讲属灵的代志其实是非常的简单。这个简单就是讲，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拢跟对上帝话去做，那呢咱就无属灵的艰难。所以上帝互以色列百姓一个真丰富完全的供应，互因会当伫以琳这个所在伫遐来安息。咱看见因之所以有这个经历，是因为伫接受上帝话了后的接受上帝话的宽容，然后带出顺服的行动，才会当来经验到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也可能伫面对咱生命中的麻辣，咱感觉讲即马非常的苦，咱实在有影无法度继续来行落去。当时上帝甲咱讲，伫无偌远的所在，以琳迄个所在。就伫咱无偌远的迄个所在，上帝甲咱讲，咱要去经验到苦变成做甜，有一个方法，就是按照上帝的话，上帝话成做咱人生的方向盘hand导路。那呢，咱只有爱做，就是接受上帝话的宽容，行出顺服的行动，也就是继续行落去，
咱就会当经验上帝，互咱对苦变成最甜的一个祝福。总是咱嘛会当继续活伫马拉这个所在，不断来埋怨，但是无一定咱会得到答案。总是咱只要看见甲顺服迄位掌管咱性命的主。虽然咱毋知影明仔载会安怎样，总是咱知影主掌管明仔载。那呢，这个旅程就会当继续来行落去。有一句话安尼讲：失望是上帝甲咱的一个约会，失望是上帝用来成全咱生命中一个真宝贵的事实，就是互咱经验到主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至宝。所以，咱是不是当超越过环境甲心境的捆绑？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咱属灵这个关度。咱讲一个人的属灵的关度，会影响到咱的态度，总是咱属灵的态度会影响到咱属灵的跨度、深度甲长度。所以，咱信靠主的咱学习袂根据环境来做判断。咱需要做的就是来倚靠伊，咱才会当拥有超越环境的信心，咱才有可能去得到上帝的同在的安息甲快乐。虽然有真侪代志咱无明白，咱毋知影，总是因为咱知影上帝掌管一切，那呢埋怨就袂伫咱拄着困难甲挑战的中间，诚侪咱第一个反应。所以愿主帮助咱，通过这段经历，会当来行过生命中的马拉，会当进入上帝所赐的意念，安尼祝福伫咱的中间。咱做伙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当阮伫阮的生命中间会拄着侪的困难甲挑战，总是你是阮一切的问题的答案甲出路。主啊，求你帮助阮，当阮相信你、倚靠你，阮就会当对苦的环境的中间进入你所应允甜的祝福内底。主，求主你帮助阮，互阮通过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段圣经，互阮无阁将阮的目睭注视伫困难的中间，乃是注视伫你，阮就快乐继续来行落去，来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完全的供应。愿主你的话来对阮的心讲话。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今早起咱要来举行圣礼典，所以咱有信仰告别以及小字的洗礼。伫信仰告别进前，咱要三个来吟圣诗354首第一节以及第4节，咱接着来唱这2节的圣诗。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消魔鬼的天之意，叫天也断掉受刑罚，我靠家己袂为逃脱。上帝名誉洗礼感应，表明定心坚固咱心。免的信心顺天法度，常常照耀行主道路。咱即日要来举行秋河关姊妹的信仰告别，咱请伊到头前来。我们请秋河间姐妹到前面来。秋关姊妹已经伫大陆的所在三级教会来洗礼，所以按照咱今日教会体制伊要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做进行信仰的告别，也通过信仰告别来得到接纳诚侪咱教会陪参会员，所以爱请秋关姊妹来回答我所问的问题。你是毋是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
那有就请你回应有。哦，华语。好。邱和坚姐妹，你有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着罪的赦免？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是否愿意这样行？感谢主，我们和睦姐妹已经在神的面前告白她的信仰。这个时候，牧师要代表教会来赠送信仰告白的证书，来表达教会的接纳，然后也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信仰的告白跟接纳，成为我们迦南教会的一份子。好，我们接纳之后，我们要请田淑仪长老来代表教会，等一下有献花跟介绍的部分。不用，你就在这边。大家平安哈。这个杨兰，应该讲邱和娟呐哈，我们都称她是杨兰，因为伊小名哈是杨兰，所以阮小祖拢改叫做杨兰。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杨兰哈，伊是20岁的时候哈，她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贵州省贵阳市，伊伫贵州省的时阵都受洗啊，伫三支教会都受洗啊哈。然后结婚，他的先生是台湾人，结婚后来到台湾哈。那在2015年，伊都伫泸州的长老教会有一段时间的聚会啊。2020年都来投恒哈，全家都移到投恒来啊。透过阮的小组长谢秀凤小组长。就来到我们的迦南教会，所以2020年来到教会之后，就很固定的来参加我们的小组。那今天他成为我们的迦南人，我们再次的鼓励他好不好？哈，杨兰哈。那我们要来献花哦，我们的小组哦，15小组，好，就站在这边。嘿，15小组的姐妹哦，弟兄都来，嘿，来就站在这边跟他们一起照相。他站在中间。不要把它挡住了，不要挡住了，对，好。好，谢谢。好，我们恭喜这些姐妹，然后也让我们常常也能够享受在神的家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小儿的洗礼。好，那今天有怡静，好，然后我们请妈妈陪着她到前面来。那我们要来唱圣诗第352首1跟5节。心花所行的礼仪，也有关系伫小字，亲像旧约行歌练，表明行你小上帝，父母体行你名誉，唔通予伊趁世上。
常常甲是信耶稣，日日因带行天路。咱这个时阵要来为张义正来进行小字的洗礼。请咱来听上帝话，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望，耶稣接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囡仔先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望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要求要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后嗣，上帝用洗礼来带伊来做上帝家来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假使你的细囝要受洗礼，你就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所以要请你来回应下面的问题来洗约。你信不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你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下伫上帝教会法度。你约要安尼也无？愿主祝福你甲你的细囝，帮助你守这个约。所以这个时阵咱要来为这个义诊来做进行这个小字的洗礼。免。这个时阵，牧师要来宣告：照耶稣基督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进入伊的教会，做未陪产的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妈妈甲会长亲自作证，也要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阿免。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上帝，愿恳求你来保守、照顾你所赏赐的细囝义诊，引带伊的身躯灵魂，互伊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愿恳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伊，引带伊平安经过做囝儿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有隙，到成人的时，会通家己来告别伊的信仰，各会坚守到落尾。上帝，阮也恳求主你甲这个家庭三甲做伙，主啊，会当伫主你的引带甲带领，来起造基督化的家庭，通过主你的恩典，互因日日经验主你的信息，经验主你的美善。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个时阵，牧师要将小字洗礼的证书来送予义诊，来表达教会的接纳，同时也表达教会的恭喜。请向后转。来，一起来。好，咱这个时阵要请诸位长老来做简单的介绍。因为今天这个2位都是我们第2区的组，所以我就
介绍一下哈。那个应该先讲佳琪啦，佳琪的阿公阿嬷有来哈，你们站起来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是3代的哦哈。好，这个是宜静的阿公阿嬷，佳琪的爸爸妈妈哈，阿公宜静的爸爸东奇 ，Hello。好，那我们要稍微介绍这个家庭哈。这个家庭因是已经来到咱的教会已经10几年啊，在地牧师的时阵，因都已经来啊哈。在这10几年的中间呢，我佳琪是因的家庭、因的家族最重要的这个属灵的那个推动的手哈。10几年来，有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妹妹哈，还有他的大女儿都受洗了哈。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呢，就是在去年的时阵，因都拆除偶像哈，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哈，靠咱大家人的祈祷，所以他们有拆除偶像。那今天呢，佳琪继续不断的把他的小女儿来那个小儿洗礼。其实伊买在单刚因小女儿在拉黑，是不是？再来在受洗，但是伊刚刚恩典的门打开，他就要抓住机会，所以他觉得12岁我依然要坚定要带孩子来冲什么？小儿洗礼哈，欢迎你们成为迦南人，我们再鼓励他们哈。好，来，我们有礼物要送他们哦哈，我们的小组有礼物要送他们，来，赶快尽快出来，快，时间不够了，对嘞。这是我们迦南这个大家庭的大事哈，那我们都深深的表达祝福跟恭喜。好，这位弟兄。好，咱甲一切荣耀来归给咱的上帝，那有请回座。这个时阵，咱要三角来领受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甲第4节，来准备咱的心。主，我的救光爱记你的名，对鸟受圣餐来到你杀亲，眼见过相求，去掉你真爱，将一切忧伤交到你手来，都去你我拢无霸占，只可我救主就为你平安，主啊，只有你我就真欢喜，只可你归来我就大胜利。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来属于伊的教会陪参者，咱三个来领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来听主耶稣对规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恁既然着我担当大的人，就来就近我，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正兄弟三角伫底。当咱每一摆领受主的圣餐的时阵，就请咱搁一摆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也安尼讲，恁主也主耶稣讲，这个主耶稣讲，这个身躯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就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咱也伫伊的名，照伊的样式，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三角来祈祷。
主上帝，但愿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会，对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身躯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伊也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也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要请服侍的同工来帮助咱来领受主的圣餐。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就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也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摕到的时，咱会当将外面的包装先拍开，咱等下做伙三角来领受。
亲爱的姊妹，这个是基督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主耶稣也讲，这个杯是新约，伫个会所设立的，咱也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做伙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会平安，甲咱三个伫地。咱做伙三个来祈祷。主的上帝，阮感谢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真侪培养灵魂真活的食物，故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是真正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恁永远的国的后裔。阮恳求主，当阮搁一摆将阮家己奉献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也阮会继续甲主你有圣洁的交通，对他以后会当荣光你。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这里路应高之心，是欠米日献予主，归应讲你万年故，我的手海里。主最采用，我可也为你献，双双替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予你用，我喜我乐主无听，我献水顿来叮当，我团河音来救人，我的经文献予你，演出浪叹你之意，我的在情里受诉，甘愿向你做祈求，阿门。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予阮借到耶稣基督得到救赎，有份成做你的囝儿。我要掠着你的应允甲祝福，行出你的好教示，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阮的心较无你的真理，阮也要追求你的同在，时刻用感谢、懊恼甲你相结连。阮也要每一天伫祈祷甲读经的中间，甲你相拄，生命日日更新，活出基督听的样式，荣耀你的圣尊名。这时，我们诚心来奉献主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能，成做圣工的路用，愿主欢喜接纳。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请陈洪生长老来报告。兄弟平安，平安。我来报告吼，我唔捌讲遮济话吼，使。本会消息报告吼，感谢社会议长林碧秀牧师，伊是奉教的，
本主任来为咱主持圣礼典吼，感谢伊的劝勉吼，感谢。所接要小会报告啊，小会报告吼，今年到3月今仔日本主任的第2届圣礼典吼，咱有2个姊妹吼，一个邱和官，一个张怡静，恭喜伊成做咱的一员吼。佮有第2项，本会定伫3月24 9点半，当日只有1场礼拜，要调规合员合会吼，迄个时阵要来做第6任主任牧师的监选，所有会员名单吼，伫咧公布啦。你若有问题吼，请来甲迄个陈敏植长老来做见证吼。若无当来吼，请你有哪甲迄个陈敏植长老，还是甲小组长吼用书面来报告，讲我是啥个无来。迄主任牧师的监选吼，爱2/3的人数会员吼参与，2/3的会员同意，会友同意吼，才会当通过。所以3月24吼，咱9点半就要开，9点半吼，9点半就要来做礼拜吼，所以请要紧即个代志吼，普通时无法当来，尽量会当迄个时阵吼来参与吼。真重要，等咱第6任的主任牧师，吼。所以即礼拜，即个礼拜是3月份的头一个礼拜吼，咱来庆祝3月份出世生日的兄弟吼，请3月份生日的兄弟站起来，咱来祝该祝福。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咱请牧师来为祈祷吼。好，咱做伙三个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啊，互阮会当伫今早起，甲生日的兄弟姊妹三甲欢喜，直接来见证上帝，你伫因生命中间的带领。主啊，当因面对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愿主你力上加力，稳上加稳伫因的身上。主啊，也通过主你的同在。互因日日经验领受主你的丰盛甲美好，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献上阮的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所接迄个生日祝福，迄个因为3月24本来是清明的追思礼拜。也因为咱要第6任牧师的监选吼，3月24加了1场礼拜，所以咱清明的追思礼拜吼改做3月17。吼，你若未写追思卡的吼，麻烦你甲去干事室甲填一个追思卡，收件伫3月70结束吼。你若毋捌填过，你爱填啦吼。过来就是生日祝贺金，生日祝贺金对2月28开始吼，到3月24截止，你迄个表吼，你会使去干事室摕，是即个周报顶管啦网络吼，你会使直接登录落来，来填的来交伫迄干事室的迄个生日祝贺金的迄个收件卡内面吼。所接其迄个消息，3月14日。廖尚伟长老、第2长老吼，咱第2长老要参加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会第77届同乡聚会，伫济南教会，请为这个代志来关心。所以第2就是第6组的谢尚龙老师吼，伊的太太黄素清新娘吼，伫2月23来别世，享受85岁，定伫3月16号。
下晝9點半伫中壢誒迄個有電園嘅殯儀館，要來做對役廳來舉行安息禮拜，願主安慰靈甲因三甲弟弟吼。煞接迄個特別組嘅陳樹新兄弟吼，愛伫2月26文主運調，享受72歲，定伫2月29已經舉行立南火化禮拜結束，伫3月7日要伫下晝10點伫個路德生命分區。路德嘅興化路路德區嘅興化路300號舉行樹葬嘅禮拜，願主安慰靈甲貴族三甲弟弟。閣有迄個文道兄，今仔日有迄個新朋友來吼，迄個文道兄嘅查某孫，明華嘅查某囝蔡振倫吼，閣伊嘅男朋友，咱那個房間吼，蔡振林我毋捌看過，咱蔡振倫我較捌看過，因為伊寫助理2啥物攏有來，因兩個攏是清華高材生吼，清華大學嘅真美。好，咱介紹到遮，咱做來念即禮拜嘅台語嘅聖經節金句吼。上主赐的福氣，互人富足，內面無參憂苦。箴言10章22節。上主賜的福氣，互人富足，內面無參憂苦。箴言10章22節。好，以上。請咱做伙來吟祝福詩歌聖詩402首，懇求主你引帶我腳步吟詩線，請林牧師祝禱，請起立吟全首。懇求主你引帶我腳步，若無我毋敢家己來行。懇求你甲我大個保護，假使我言行欠必須正，讓我大意遵守你改變，予我佇黑暗中做工程。對找引帶是美的人，這是我人生別情夢。正兄弟三甲弟弟，最即時直到永世代無煞，阿們。大家。咱礼拜到遮煞吼，麻烦你将迄个这吼放伫摕伫门口口遐吼，莫放伫内面吼，先做个砸出去吼，谢谢。好，刚刚洗礼的兄姐，请到前面来，我们的小会员也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做大合照。拄则洗礼兄姐，还佫有小会员，请来到台前，我们来翕相。